大家好，我係趙善基牧師。好多人以為信耶穌係為咗死後可以上天堂，所以咧佢哋遲遲都唔肯信，成日話我冇時間諗呢啲嘢㗎，等我百年歸老先至考慮啦。呢個完全錯誤嘅諗法嚟㗎。其實信耶穌重點唔係講去天堂，反而重點係認識真神，等神同你喺世上好好嘅生活，然後最後先至進入永生天堂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乜嘢叫做信耶穌。首先信耶穌就係我哋相信聖經所記載有關耶穌嘅言行係真實嘅事情。簡單嚟講，信耶穌就係神嘅兒子，相信佢曾經降世為人，喺歷史上邊出現，為我哋嘅罪寫十字架上。我哋咧相信耶穌死後第3日復活，單接受呢件事實唔足夠㗎，所以我哋有第2步，就係我相信耶穌赦免我嘅罪，使我成為神嘅兒女。我承認我有唔完全嘅地方，有自私，只顧自己，有時傷害咗人，做咗唔應該嘅事。有一日我哋要面對神嘅審判，要為我所做嘅受到刑罰。聖經話我哋要接受地獄嘅懲罰，但係當我承認我係一個唔完全嘅罪人，我願意接受耶穌赦免我嘅罪。主耶穌代我受咗罪嘅刑罰，代我死，使我脫離咗永遠嘅死亡，成為神嘅兒女，得到神嘅愛顧眷顧。感謝主啊！相信第3步就係邀請耶穌做我人生嘅主人。真正信主耶穌嘅人係口裏邊信耶穌為主，心裏邊信神叫耶穌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主耶穌俾我哋嘅救恩係白白免費送俾我哋嘅，係恩典嚟㗎。從今以後我就靠主耶穌過美好嘅生活，每一天認識主耶穌多一啲，好願意跟從聖經嘅吩咐。耶穌話我係世上嘅光，跟從我嘅就唔喺黑暗裏面行啦，就要得着生命嘅光。如果我真心接受主耶穌，靠主耶穌嘅幫助離開罪惡，就會歸向真神，人生就會光明、輕鬆、愉快，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啦。如果一個人純粹為咗上天堂而求其話自己信耶穌嘅，生活冇改變過任何方式，又唔去認識主耶穌嘅心意，呢個人唔係真心相信㗎，根本係冇得救，唔會有永生㗎。第4步就係我相信耶穌，就係靠耶穌好好嘅活在當下，死後就同神同在到永遠。好多人話等我老咗或者臨死前先至相信主耶穌得永生啦。我哋要明白永生唔係單止上天堂，為到將來預備一個美好嘅歸宿咁簡單。聖經唔係以天堂為信耶穌嘅主要原因，而事實上大部分信耶穌嘅人都喺健康嘅時候、年輕嘅時候信耶穌嘅，唔係等到死亡邊緣先至接受耶穌。我16歲就信耶穌到而家啦，因為信耶穌使我生活更加精彩、更加有意義、有價值。我認識一位賭徒，因為時時爛賭，使到婚姻破裂，家庭關係好惡劣。但當佢走投無路，我叫佢信耶穌，求耶穌俾條生路佢行。結果問題解決。以前佢冇意義嘅人生，而家覺得好開心。以前需要靠賭博解悶，信咗耶穌之後就變成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嘅啦。信主嘅人，佢人生觀變得積極，唔再用賭博為樂，參加教會活動，開始建立幸福嘅家庭生活。聖經所講到嘅永生係由信耶穌嘅一刻開始，相信嘅人生可以得到主耶穌所答應所俾嘅豐盛生命，滿足心靈嘅飢渴，家庭婚姻有美好嘅關係，生活更加愉快，面對逆境靠耶穌誇勝。所以信耶穌得永生，
其實就喺有耶穌同你平平安安度過今生，然後帶你到天堂同神永遠一齊。你願唔願意邀請耶穌進入你嘅心裏邊呢？佢寶血洗淨我嘅罪，同時接受佢做人生嘅主宰。